真哥哥倒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过还是我梦里的尉迟哥哥够霸气。赵叔说，这新任监军是朝中新贵，要收服他，该用软的还是硬的？陆大人喝茶。这什么眼神？盯着人这么看，也太失礼了。 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你了。监军使是不是认为风尘月是一介女流，无法担当将军重任？如果不是，别用这种调戏女子的眼神看着本将军。将军，啊不，陈月，是本官失礼了。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给认出来。 你是？我是真哥哥呀！真哥哥？啊？真哥哥，是你啊，真哥哥！起来！哎呀，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我都没认出来你。行啊，陆征，现在都是监军使了。叫真哥哥。好，真哥哥，你还是那么秀气。 一点也没变，你也跟小时候一样没大没小。来，喝茶。哎，真哥哥倒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过还是我梦里的尉迟哥哥够霸气。嗯，这么巧啊，正好我也在看这本兵书。 这是陈月，你身为将军，怎么能看这种扰乱军心的坏东西呢？这不是我的，是我从那几个小兵那儿缴扣下来的。我怎么能看这种扰乱军心的坏书呢？做得好，那我现在就拿去，把它给烧了。哎，要烧也是我烧。 真哥哥是长官，怎么能让你烧呢？真哥哥，舟车劳顿，你也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休息，晚上还有晚宴呢。也好，那就有劳陈月妹妹了，我们晚上见。嗯，请。就一话本吗？能多扰乱军心呢？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